新闻头起先来看这一礼拜前12月19，台北发生随机杀人案件。为着避免这款意外再发生，台北市府今仔日是伫咧捷运市府站围案演练。无记这歹徒若是牵汽油弹压倒攻击，警方赶到现场就压制歹徒，检查伤患的状况，赶送病院。另外，这警政署是强调讲，下年的时阵，全国是有37场大型活动，是会动员8700位警察、部署防暴车、无人机、交通部卖辅助车站的巡逻。民众伫捷运月台边仔大花行到四界走，有人烧着、砸着，甚至有人倒伫涂骹。原来是伫模仿，雄雄有2个歹徒伫台北捷运市政府站的月台起汽油弹，转来走入去人侪所在，离开现场。消防人员使用拍火器加火拍熄，伫站内就地来检查，甲受伤民众光就软床了后送。伫附近的民众是受到细胞感染的提醒。细胞感染要求民众爱保持冷静，赶紧离开现场。也来原先迄2个歹徒更加走到转运站，也甲长刀提出来攻击民众。配备防暴盾牌甲困难的警方赶到现场，甲歹徒来对立。随后警方伫强势配合之下，甲2名歹徒抓起来，同时也启动户外大量伤者的检查甲后送。因应1219随机攻击事件，北市府2楼伫捷运站展开高强度无差别攻击的跪案演练，总共320人参加。我们用最快时间拟定好相关的修正文字，也报请中央核备之后，所以刚刚包括我个人在内，我们实际也都收到了测试简讯。新生督导的蒋万安宣布，有经明年1月第3礼拜，伫台北车站扩大模仿一名歹徒发动攻击，并且进行旅客疏散。台北市府也提醒民众若拄到突发的威胁，保命伞的步骤，先走秘府通报。另外，1219攻击事件，警方是继续侦办，初步无发现共犯的事情。也有网络恐吓甲跪案信息，已经主动侦查94件，查获12人。网络上有涉嫌犯这一些的恐吓的一个维安的这个状况，到目前为止，侦办当中有94件，那查获有12人，绝对不要以身试法。警政署讲，跨年甲元旦期间，全国举办37场大型活动，有计动员警力大约是8700人，以经济小姐面力大约2700人，并且部署防暴车，也有无人机甲分区警卫的机制，确保安全。交通部是强调，会伫火车站、捷运站甲看机关的联合顺手，提升警力，也引进科技的监控甲有形工具来辅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